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卡到政治现金，嘛卡到备案，所以向党来请假着3个月。民众党伫昆良无守的状况下，立委黄国昌扑出头路。根据着平面媒体来压料，黄国昌即摆未输是事实的党主席，更加秘密来成立着7人决策小组来掌握着党中央的事务。黄国昌是来回应讲，先甲各会工作做好才来讲。徛踮白板的头前，民众党团的总调黄国昌，敢若是咧想讲后一步要安怎行？是咧无用替党主席司法的辩护出招，也是刷卡洗手，准备上位。请问说好的侦查不公开呢？郭文泰去访性爱这段期间，黄国昌小连续过6天开记者会。虽然党内第一时间虽宣布成立中央紧急应变小组，由黄国昌、中央委员林虎南、中评会主委李伟华担任共同的调集人，严格实际上是黄国昌来控制发言。这个办事，秘书伊就是实习的党主席。平面媒体更加透露，党内早有一个7个人的决策小组。除了黄珊珊甲黄国昌，秘书长周自修、郑龙因翁仔某口父甲陈志涵也在内。我已经多次的说明哦，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立法院里面把国会的工作做好。所提问到的说某周刊，我向来是把它看成科幻小说。记者问当伊应西，是讲郭文泰风检调约谈进前已经宣布请假3个月，暂时离开党主席的位。更加私底下问黄国昌敢有意思要接。虽然黄国昌对党内外支持度真高，严格拿定拢足惬意。他是一个演员，他不是一个政治家，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。我完全无法理解民主进步党的逻辑啊！我只能够说，再次的展演了什么叫做绿能你不能。徛伫第一线对外攻防，民进党虽然啥物拢无讲，严格大家心内拢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